上面那就轻一點，別磕着。任毅啊，林总，我看这房子感觉不错，你满意就好。辛苦了，应该的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件事情一定要替我保密。当然。 林总，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。咱们公司眼看着蒸蒸日上，马上晋级4A，接下来还有个大项目，可是一笔大单啊。听到这些，都不能让你开心吗？星光进行的怎么样了？一切都在掌握之内。 资质问题马上解决，还有就是竞标的问题。我打探了一下，其他几家有竞争力的公司，在这個項目上，他們完全沒有我們投入的多，也未必參加最後的競標。畢竟，他們也要保存一些實力嘛。另外， 我找了其他2家公司來陪標，都不是4A，基本上沒什麼競爭力。況且是陪標，完全可以忽略不計。不瞞你說啊，兄弟啊，最近呢，這家裡弄得一團糟。 幸虧這公司有你啊，也算得我一點安慰吧。林總，您可算來了，這些文件都等着您簽呢。您要再不回來，公司的活快幹不下去了。從今天開始，